最近天气真热热，无吹冷气嘛挡袂牢，也毋过室内甲室外温度真差是真侪，无可能会造成身体无爽快哦。意思讲热人有真侪人会有冷气病，规人是虚累累。这款冷气病有啥症头？安怎来预防？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雅顺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 咱即摆天气实在有够热，外口逐日拢嘛超过30度，甚至伫咧中南部啊是会热到38度以上，遮尔啊热的天气，若无像冷气真正挡袂牢。毋过伫咱的公共场所，冷气规定上悬就是限定伫咧28度，通常拢会设定搁较低、搁较冷。 安尼，咱这室内外温度差甲超过5度以上，就真够会出现冷气病状况。也就是讲，咱的骹冷、手冷，佮会头壳重重、头壳痛、筋骨酸痛，嘛可会出现拍卡手、流鼻、若喉痛，才会感冒过敏的症头，也佮有皮肤会痒、目睭会大涩等等，甚至呢是会规个人安尼神抖抖、软狗狗、无力无力。 也是讲会冰白一赤酸，胸坎窒窒，足压杂的就对啦。有医师嘛咧提醒讲，咱这室内室外温差遮尔啊大，是会互心血管疾病风险变大的哦。所以大家是得爱特别注意。若是要对热翕翕的室外入去到有冷气的室内，上好得爱分段。先伫咧门口行行咧，适应温度，唔通直接就去散着冷风。 过来，咱伫咧冷气房内底，尽量莫互冷风对头甲阿妈棍咧吹，莫当挂吹暗穿外套底帽啊来炸冷空气，预防感冒。因若咱伫这冷气房内底温度建议是爱维持伫咧25度至28度，唔通个调甲上冷啊。也湿度爱维持伫咧50%至60%左右，安尼空气才袂伤干。 而且嘛，得爱加啉寡温的滚水，补充去互冷气带走的水分。上重要的就是唔通坐伤久，拄定就是爱起来行行，振动一下，促进血路的循环。若讲咱这目睭片啊，实在足大足艰苦，嘛会当去用面巾浸温温的水，尽好打来有减轻冷气病症头。咱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就讲到这，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